啊，这其实哎，来这没，得了我不然，这不去多多啊。So， 我今天高兴的不得了，我今天开心的不得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跟你们说不清楚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天连那边先坐下哩。拍手拍手拍手，张堂那秋拍笑噻，那去米嘛哦，去拉索啊说呀，那去米嘛哦，吓了，叫啷个做的卡达米做这个呗？给，我妈妈做给，我妈妈做。耶，可真是美，叫谁？大英给的，大舅我红茶了的，我心给嘛。呀，这个这么这边呢？俺那突然老板吃，我喜欢买的三九呢。是，你看我。姑娘，马多的。哎呀，妈的。啊，今年马现在几千多，我很小的生着，通都没的生着。这什么？认识了不认识的，不认识了认识着，认识了么不认识，对吧？这走多，对吧？家给你巧克力个那个讲的喂。可走啊，现在对妈妈的，看得住吧？看得住吧？我说这个啊，汤包头的那个边上的喂。但你还可以，我上嘛总看给这个啊，他们他们叫的呀。我可做听我做新队的去你说了，这卡几年呢？你这里光给俺他们来讲这起这样的噻。讲这起的噻。哥做，这里你这里我讲的俺家个多年了。家个这个几句建议，国家通用语言做的，全部都会，全国做的。天叫南，地叫上，天上的干嘛星星里，日叫山，秋叫水，墙给炸当草原里，鸭叫做牦牛，八百名了猪。那俺怕过谁了？马的了。大钱呢？猪。是的，给时间。看啥？可能商品差多啊。我来学来找工个面皮。妈妈给去什么的？我只用就俺找的。光么子？但是哪里人给蛮修呢？来。但是那俺做来这我是个主人的。什么人给我看啥？俺年轻来工去来这做用不别专业，到底人那俺做的。乡中他的当年农学院的歌，乡村振兴纳区奋进西北，结果呢，恰个昂堂乌托别，退休民的开始点这学院，可能做个是哪着呢？但现在乡里呀，可能是说，我这都得是哪着呢？老师，你来了就说呢，赶紧走，妈的，哎呀，你们这样死里糊里有了嘛的？说年轻人呢？俺来最多养过其他的堂了。人家公告3年没了，当解释。阿某喂，米的多哪个干的，多把拖过去都。行了，我那先这个了吧，这个人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多姐。我脸是黑的哩，牙齿是白的哩，心也是白白的哩。今天这里见到大家，我高兴的一塌糊涂哩。我呢，忽然给这个要是让说能多了。姐，我参加了我们县里面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哩。对了。我们村里面和县里面很多老百姓参加了嘛。了。生人也参加了嘛。对。那。过下来真的能修要的呗？对嘛，参加了嘛，参加了很多人去。我里面第一例的。我那一看不是大情啊了。谢谢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演讲3个小时，大家好好听一下。好好不听的话，听不到的，听了嘛的，听。哎，是的，真的。可说的是真话的，我是听个肚子没。马东。大姐能碰不上我领导，那是给这些，
连接公卡上，你们啦个电视做嘴，他俺家小个呢，我是总给录音真的那个啊，他不听，想让你就是先当机了。啊，夏嬷嬷，夏嬷嬷，啊，夏嬷嬷，夏嬷，几千多那你。看路段都是我的，我是年都是没，是马都。我啥子？人家公安上，年米了这些时候，彭总用了检查一杯网红的，看他能去网红标这些啥子这边了？一俺一个，我那一标来看他标炸多米。都说网红三 D，说过开酒店的名单我的呀。啊嘞，大家都听这音不得？哦，看他没丢收着呢。那是，这多年预算存在存在，想中他给能去对个是呗？人都听他签个昂汤不联名的。我那一更不是啥情况了。就是没对说啊，你直播也好几千。家人们哈，点赞走起来啊！点赞走起来，点赞不要停啊！点赞不要停。这对，他卡死我来的，看家人得那么大，不让他就不让去的。卡死我来的。哎，给，但是你看他人大了。那给，南方人家公安说，俺们啦到这一注意，俺哪里高阿姨啊？俺哪里高阿姨同在说关系，近代一在。啊嘞，那是。他卡说给，从给拉这程度呢，我阿当不离啊。我那一看不清了。对。那来给。你看他。哦，我那一说不得也该干的，全部都给杨是跟下。你怎么的？多了。得了。南方人家，这里人家没人了，恐怕按照人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没见你说去出，恐怕的。哎，就嘛说。呀，干的，兄弟们。哟，今年哒，这知道我，喇叭可不说的。他先拿，但是人家蛮修了呢，那说蛮修了呢，蛮修了呢。我那一可能就掐个昂汤不脱下来，全单洗不多了。大体人家就点着学姐，今年俺就什么人家了呀？人家我写的就要钱。你呢看这是呢，俺就从给人别程度拿落了呀，人家给直接看这是哪意思，跟着学音了。来，从给人程度了。哦，从给人别程度有点大。第一嘛在程度那熊给仓不了，可能是能洗掐个昂汤不脱叫样样子的。太一个大线了。大家能想不里啊？人家去全拿都是点我们了呢。他这个人还大去了，当年那个姨妈对，照下，严直接。喽，但我的话，演讲比赛第一名中。热。但这个演讲者来说，第一脑子要快，第二嘴巴要快，第三脸皮要厚。说的，你也是那卡在过热水。大姐呢？看那个卡在都是点我们的这个是白了。哎呦，不对，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豆、土豆皮豆姐，你们都吃了。我那一卡在点了，请你们的话了。他先拿，大姐那朋友的，来修了呢。他俺这钱小个呢，从那去录音这的那阿汤不中。热。他那个先当机。我知了，但你让我去不用吧？来是。捉了呀是这一龙比不了，第几年嘛下送捉了呀是捉了呀是这一龙比不了，第几年嘛下送捉了呀是捉了呀。他先拿，送些你不是大朋友呢，他去。给你写就是抢的。写本米随便要不穷送完了。大家能明白？有个给，他不去。你不去，不会给他钱。你我那一送些你不是大朋友呢，他先拿他去。爷，当阿姨。呀，慢点。爷，你直播间，干么俺那公送装修。啦，俺来马里你也是呢，直播间
能去收购的，有所存在的，干么俺那早差不结果是。用啊用啊！兄弟，我在对说啊。啊，有有啊！哦，家人们，你们准备好啊！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那曲的特色产品啊！准备好啊！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，3、2、1，上链接！库存不多啊，赶紧抢！牦牛肉干只有50单，牦牛肉干50单了啊！拉拉只有30单，拉拉只有30单了，快！奶茶只有4单了。 4单了啊，4单，3、2、1，没喽！我都是空气手下去的。我那一确实拿长不装啥送啊？看那个乡庄台给掐下了，连几千不背头不多了。我特钱拿特钱。给。啊，但是看那一单了。给，但你拉塞的顶级的了，我都没得的。车长，但看那的都对不起咱没别说的去。哎，咋的？听这顶尖啊，可真是光顾的。你给我看的怎么干？车长，但看那个老子说的钱不说完了，当俺最顶尖干的都对不起咱民度。车长，阿两我了有闲的。哎呦，马小金子。妈的！但看那的吃个昂糖不连不了吧？车长，看那个老子了，俺就上么一起约是约。老天爷，给这俺懂啊，找不到的。特钱拿，但是看那蛮羞了呢。来给。但是呢，看那说他的创业人别程度呢，需要个新手看这有面，另个了解输了呢。新手加全加油，新手说个掐章鱼，新手热了起喽。我的新手加油！我那一新手修多了。但都提前买件事情。但俺还是给拿去了一的时候也不懂，随着人力了，经济也不起，想着他的了，立即飞到那个新手件事情。我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，为自己走出那区，为那区走向全国，特别是为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努力奋斗。俺的我那些人，표준文化和这些700米了，俺说能去我这些，能去有所存在的，给那开始干了，早都去。是，你个挂的也不去。妈，你哪里高位存在咱们那做生意，想着大家了理解理解，准备咱们就这了吃个。特钱拿，我那一可能说新手修多啊。听见说，但第一呢，乡中大街当年农区团队月，乡村振兴那区奋进西北恰恰了，中间上不特别大真是大。那个样你看到说，创业人别程度难了，有些这不特别，这是面对学赢了。到呢，俺说娘子，收看，那么我